有人想要爬山，若准想要去阿里山坐火车的民众，就要特别注意咯。虽然讲这火车对8月初才开始恢复营运，不过火车是对家己火车头驶到本期乌尔尔，而且是一天只有一逝往回，限定108人。要去阿里山的游客，早时啊就来到家己火车头买坐阿里山火车。开放第一天就坐着车，游客是真欢喜。很开心啊！只要天气好，能够搭上火车，然后行程可以顺利，都很开心。我们领队昨天晚上问到的，然后6点多买票的。阿里山林业铁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为5月18暂停营运到8月9号，今仔日正式恢复营运，嘛开放订票。第一天伫家己火车站就26位游客买票坐车。本线嘉义到十字路区间，目前只行驶到奋起湖车站，而且沿途只会停靠嘉义、北门、竹崎、焦立坪及奋起湖等5个有派驻站务人员的车站，以控管人流。除了为家己驶去阿里山的火车有开放，伫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内底3条火车支线，嘛有限制坐车人数。临时文资处呼吁相关的防疫规定，请游客嘛是爱配合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